来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有一个屈先生向华视新闻独家来压料，讲大寮区一间金属的制造公司，长期来剥削着劳工的血汗钱。讲伊伫个公司12年咯，公司上多予7天的特休假，阁有员工做伫要30天啊，上多嘛才14天假。啊，员工若是加班，薪水单敢若写金额，未来写明细，真明显，这违反着劳基法。啊，外籍移工搁较辛苦，公司予因的加班费1点钟才50块。这个屈先生提出真侪资料，讲伊进前的公司违反劳基法，一共加起来12年多，全部都这样啊。讲薪水单加班费敢若写金额，毋捌写过明细，骂这个公司讲无依法予伊薪水。我们只能说，在来上班的时候，昨天加班几小时，写在这边，12年半大概被 A 了大概45万。这个屈先生讲，捌伫高雄大寮一间金属的制造工厂做董事长、书记12年，伊佫有看到伊移工的同事佫较辛苦，薪资共款，敢若金额无明细，甚至加班费公司敢若予因1点钟50块。Upah lembur kami hanya 50 NT per jam. Saya telah bekerja di sini selama hampir 12 tahun. Saya bekerja lebih dari 100 jam lembur setiap bulan. 要员工年资要30天啊，特休假干那14天，这个问会计，会计甲因讲，特休假上济就是14天，意思就是讲，无论是带20天还是30天，拢干那14天。一个看劳动部的网站，这间公司捌因为违反劳基法，互人罚2摆。离职员工讲，这个复杂的是公司甚至要求会计做假资料，逃过劳检。会计连夜赶工做假的薪资明细，他没想到劳工局竟然被骗了。被指控的金属工厂是伫高雄大寮区，业者有回应啊。跟着主管，他觉得很忙，我不愿意去写那个加班申请书，特休超过14天的部分，你还要跟上面请示一下。我不晓得他这2年他们都没有提出就是这件事情之后，我才知道说原来他们也不敢跟我讲。头家将责任拢撒予主管，讲因无汇报，因过屈先生案例伫台湾真普遍。依照劳动部的记录，企业上高互人罚款的前2名分别是无照规定付加班费、甲超时的加班。因过员工想要检举公司，佫行无头路，安尼要安怎？请立刻跟我们劳工局联络，那我们劳工局呢也会全程来保密处理。劳工局表示讲，劳工若拄到无公平待遇，爱勇敢通报，才会当互其他员工得到公平上班的待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